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今晚就揭曉啦，紅地毯上星光熠熠，到場嘅藝人都悉心打扮，好似有謝霆鋒、張家輝、舒淇、曾志偉、任達華、葉璇同埋導演羅啟銳、張婉婷同埋許鞍華。獲提名最佳女主角嘅惠英紅同張靜初着得各有特色，小紅姐上面呢件晚裝仲係全球只此一件添啊！而張靜初就獲贊助總值2000萬鑽飾，佢話着得靚啲，信心都大啲喎。因為呢件衫點解我會揀佢呢？第一係可以你知我紙板人㗎啦，咁呢件衫係可以襯托高貴啦，咁同埋佢係全球得一件嘅啫，好好多啦，因為嚟到今日呢一刻，我反而一啲都唔緊張喎。哇，今日個個都好靚咯，個個好靚咯真係呢個各花入各眼，連叫我選我都唔知選邊個好。5分一啦，5分一係啊。這個聽說是2000萬吧？2000萬是自己的嗎？當然不是自己的，因為其實女孩子都喜歡美嘛。今天穿得這麼美，所以很有信心。我一點都不緊張，因為對於我來說，這就是一個聚會而已。希望吧，因為我自己非常滿意這個造型，我希望大家跟我的看法一樣。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今晚就揭曉啦，紅地毯上星光熠熠，到場嘅藝人都悉心打扮，好似有謝霆鋒、張家輝、舒淇、曾志偉、任達華、葉璇同埋導演羅啟銳、張婉婷同埋許鞍華。獲提名最佳女主角嘅惠英紅同張靜初着得各有特色，小紅姐上面呢件晚裝仲係全球只此一件添啊！而張靜初就獲贊助總值2000萬鑽飾，佢話着得靚啲，信心都大啲喎。因為呢件衫點解我會揀佢呢？第一係可以你知我紙板人㗎啦，咁呢件衫係可以襯托高貴啦，咁同埋佢係全球得一件嘅啫，好好多啦，因為嚟到今日呢一刻，我反而一啲都唔緊張喎。哇，今日個個都好靚咯，個個好靚咯真係呢個各花入各眼，連叫我選我都唔知選邊。